妈，等会儿能吃上一顿你给我做的饭呢？哎呀，那挺好，今天做给你吃生减一粒豆啊，哎呀，是要拜地塔了啊，拜上孝的一些三思之前，是先从孝道开始，小孝、中孝、大孝，对不对？只有会三思，但是不会孝顺的话，那一切做的没有用，白做了。这是我们行孝的重要性，行善，然后所以就报告到这里了。讲错的就要告诉前老师不会赦罪，请各位点示这个我们课件多发。好。